我自我介绍。好啊。二兄，别让他嘴对嘴，会吸走你的阳气的。最后回中村，最后他吃饱之后就开始吐了。7、8个人躺在那里，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我只想知道我到底怎么样能把我的月光宝盒拿回来。你不把这个人救回来，我就不能把宝盒给你。我找到唐僧了，在哪里？他和孙悟空在一起。什么？但是他被黑山老妖抓了，抓了，后来又放了，后来又抓起来了。能不能说的简单一点？可以，就是黑山老妖抓唐僧和孙悟空，唐僧不知道用了什么法物可以时隐时现的，现在黑山老妖要吃了孙悟空撒气。你刚才说唐僧现在若隐若现，一定是金蝉子显灵了。这个时候吃他，最好不过了。对呀，孙悟空一定在设计吃唐僧，我老牛怎么能不去分一杯羹呢？没错，大王。不牛，叫上兄弟们，咱们去一趟黑风岭。是。谁在那里？大王，是你吗？不是我，我是风铃花。这大王你。时隐时现，月光宝盒该不会真的落到唐僧手里了吧？不行，我要去救救至尊宝。老实待着啊！都跟你说了，让你老实待着。你干嘛？生火啊！这么热天你生火干什么？当然是吃你喽！你怎么那么不讲道理啊？我又不是唐僧，你吃我干什么啊？而且你还吸人阳气，你学人家吃什么人啊？你神经！哎，有道理啊，倒不如我先把你吸了。不好意思，你听我说，我的意思呢是说我对你没有用，而且呢，你看我这皮呀、肉啊，能吃吗？我也不能长生不老。这样吧，咱俩一块去抓唐僧。你还想忽悠我？都500年过去了，还是这么的没有长进。不对呀、我不是孙悟空。等等，你看，孙悟空，我知道你的手段，你还想拔毛变小猴子来暗算我，你休想！我真的累了，这样你都不信，我只能脱给你看。啊，个臭流氓！我跟你拼了！小子们，现在孙悟空和唐僧就在黑风岭里，让我们去抓猴子吃唐僧。等我吃了唐僧肉以后，就可以长生不老，到时候就不用再怕紫霞那些修身养性的酷刑了。什么事让大王这么开心呀？美人啊，我是说啊，修身养性啊，让我很开心，身心愉悦。啊，那人家有一件事情说出来，不知道大王会不会开心呀？美人，你说。这几天大王做的事情让我非常感动，所以呢，我决定与大王两性联姻，一堂缔约，良缘永结，匹配同称嘛。啊？就是我愿与你赤绳既定，贵妇兰心。你能不能说人话？告诉你了，人丑要多读书嘛。紫霞姑娘说是要跟你结婚。没错，情绳系定就是答应嫁给你了。原来如此啊！那莫不是我既找到了唐僧，又娶到了紫霞？我牛生偏锋啊！我就说让他多读点书嘛。哎，你为了吃了没有文化的亏。美人啊，那个我刚才是开玩笑的，你能嫁给我真是太好了。我们择日就办婚礼，我一定让你风风光光的嫁进牛家。唉，可是人家还有一个心愿未了，无法安心出嫁。哎，美人啊，
别说1个愿望，就是10个愿望，我老牛也把它穿起来，一个一个帮你实现。真的？哎，不行，这是紫霞自己的事情，不能劳烦大王。美人啊，你都要嫁给我了，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。如果连女人都照顾不好的话，我老牛以后还怎么在道上混啊？是不是啊？是。哎，其实啊，我有一个姐姐，我们虽然经常吵架呢，但一直形影不离。谁知道前些日子一不小心走散了。现在我有这么好的如意郎君，实在想跟他分享。美人这有何难？我倾全山之力帮你找姐姐。哪有那么容易啊！我跟他是在时光穿梭中失散的，我都不知道他在哪个时空。这样啊，确实有点困难，不如算了。好，我本不想麻烦大王的，只不过呀，我跟我姐姐发了毒誓，如果结婚对象对方不喜欢的话，那个男人就会嘴歪眼斜、口舌生疮、浑身回来，不好死啊！这么毒的事啊！姐妹情深嘛，那就是非找不可了。我不舍得你难过。好，那就找。可是怎么找啊？这个世界上啊，唯有一样东西可以找到它，就是月光宝盒。月光宝盒。好，我一定帮你找到月光宝盒，送给你当聘礼，让你早点和姐姐见面。有大王这句话，紫霞就放心了。那我等大王好消息啊！美人，你就在家等我回来。小子们，出发！大王加油！你真帮我呀你！我警告你啊，你要是敢动我，我是斧头帮帮主。我小弟很多。呦，吓死我了！让他们全部过来吧，来一个我吸一个，来2个我吸一双，然后把他们的心给挖出来。把你的心，他的心穿一穿，穿一株幸运草，穿一个同心圆。哇塞，大哥，没想到你也是同道中人。既然这样，我们何必自相残杀呢？不如你放了我吧。不行，不吃你难消我心头之恨。救命啊！放了我下去！贤弟，这位大哥，你叫我贤弟，想必就是我的大哥了。当然，有你齐天大圣孙悟空做我义弟，是我老牛的光荣。贤弟啊，你怎么被折磨的毛都没了？我告诉你啊，都是因为这丑八怪，他不仅要吸我阳气，还把我毛都拔了，又把我烤了吃了。黑山老妖，你不认得我了，竟敢打我贤弟的主意啊！要不是那个猴子，当初那个唐僧讨得了吗？吃不了唐僧肉，我老了很多。25岁以后要注意保养吗？你看看你皮都松成什么样子了，远看还以为是手风琴呢。我跟你拼了！杀我贤弟，先过我这一关！孙悟空呢？什么大哥？什么贤弟？不都是一些妖怪啊？没一个好东西，还逃命要紧。
大哥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贤弟，你要去哪里啊？黑山老妖准备从后面逃跑，我绕一个路，准备在这儿堵他。哇，这么巧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是吗，大哥？我们真是太有缘了呀。那黑山老妖呢？我们从后面堵他，他一定是从前面跑了。是吗？那他可真是太聪明了。要我说啊，是贤弟你太大意了。你也太大意了。没错，当初要不是我大意，也不会让唐僧给跑了。不是，你也要找唐僧啊？在唐僧宴上，我受了唐僧的蛊惑，不但让他给跑了，还害得我们兄弟相残。贤弟，是大哥对不起你啊。没事，好说好说。幸好现在贤弟你没事，我们又可以联手吃唐僧得永生啊！好说好说。那贤弟可知道唐僧人在哪儿啊？我要是知道唐僧在哪儿啊，我早就把他带给你了，要不？可我听人说唐僧就在这黑风岭里啊。是吗？还有人说他就是跟你在一起。我就说嘛。那他人呢？跑了呀。跑了。唐僧一定就在这附近，我一定要把他找出来。我跟你们说啊，如果找仔细点，必须给我把那死和尚找出来，我要吃他的肉，扒他的皮。我们现在就往山上走，千万别下来啊！我贤弟说的对啊，都做仔细点。唐僧，我也算仁至义尽了。你要是再不把宝盒给我，我就真的生气。找到了！我靠，这你都听不懂啊？怎么知道？贤弟，贤弟你认识啊？我不认识啊。哎呀，找了这么久，连跟唐僧的汗毛都没找到。你想找个唐僧的汗毛啊，估计比找他真人都难。贤弟，你好幽默啊！哎呀，好久没开荤了，看她这么肥美，咱们把她烤了庆祝一下，怎么样？啊！我幽默，跟你吃它，这期间的逻辑。我们是妖怪，要什么逻辑啊？她被我们找到，我们就吃到了，这很符合逻辑的。小子们，生火烤肉！得，你要吃也得吃唐僧啊！你吃一俗人干什么呀？要是能抓到唐僧，谁吃他呀？要是找到唐僧，其实还有一个办法。什么意思啊？不过咱得找个人帮忙。哦，这个牛魔王坏我的好事儿，一个连澡都不洗的，居然说我老。补水、美白、抗皱、紧致，美美的。你们想干嘛？哎呀，别紧张嘛，只是问你借样东西。问我借样东西，那就是有事求我了。也可以说是拜托你。有事求我还这么凶？少废话，臭娘娘腔，把你之前吸的阳气都给我吐出来！你说什么？别激动，他的意思是让你把之前吸的阳气吐出来而已。我说的是前面那句。臭娘娘腔！啊！宝宝杀了你！啊！等会儿，不要啊！你这个眼袋
有点重啊。眼袋？我那是卧蚕，好不好？你说什么呢？卧蚕？啊？真正的卧蚕在哪儿呢？在这儿呢，看见没有？这才叫卧蚕。神经病！什么卧蚕不卧蚕的？老黑，你把阳气交出来，事成之后吃唐僧肉，我算你一份。算你2份。真的假的？我老牛说话算话。他老牛说话算话。你们不要骗我。成交。大哥呀，我看了，你们就在这等我吧。唐僧真的会来啊？唐僧出了名的爱管闲事儿啊，这些人阳气被吸了，他肯定不会坐视不管。那你把他们引出来，我们一起上岂不更好？沙僧跟八戒现在已经知道我要杀唐僧，现在一定十分警惕，而且你们在这附近埋伏，他们一定会发现。你一个人能对付他们吗？我可是齐天大圣孙悟空呀！带我先出去迷惑他们，等我得了手，你们再出来把他们一网打尽。贤弟啊，你似乎说了一个计划，可又似乎什么都没说。这就是这个计划的神秘之处。你们只要在这等我就行了，知道了吧？哎，你信不过我？啊，不是，你觉得我干不过？没有。那你拦着我干什么？信号是什么？你还没说啊？等我抓了唐僧，给他架起来生了火，你们在这边看那边火一上来，过去吃不就行了吗？哎呀，好兄弟真是周到啊！应该的，那我先走了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！师傅，他们的阳气我给你拿来了，你快出来救人呢！我之前带黑山老妖那是缓兵之计，我不是要害你啊！你看现在就我一个人，你快出来啊！啊，我把瓶子放这儿了啊，你们可以来验货。行了，我先走了啊，没什么问题就喊我。你们没有听到悟空说什么吗？可是没看到他还在店里吗？但是他只有一个人，我们有3个人，你们怕什么？如果只有我一个人，我倒是也不害怕。关键有你们2个拖油瓶哎，所以我才怕。二兄这么说我就不乐意了啊！我可不是什么拖油瓶，我可能打10个。你是能打，可是你没有脑子更危险。但是如果我们不下去的话，我们就拿不到阳气，拿不到阳气都救不了人，见死不救是天大的罪过啊！悟能，他说有阳气就有阳气啊！如果他骗我们怎么办？如果他有埋伏怎么办？如果我们3个被抓了怎么办？会死猪的！悟能啊，这个世界上呢，做什么事情都可能会死的。上街可能被车撞，吃饭可能被噎死，喝水可能被呛死，也可能被雾霾毒死。你怎么可能因为你怕死你就不出去呢？如果不出去的话，真的就救不了人。而且悟空啊，他可……哎，师傅，我们先去探探路，确定没有危险再来请你啊。怎么样，没骗你吧？悟空啊，为师果然没有看错你。虽然你之前和牛魔王想要吃我，后来又和黑山老妖想要抓我，但是你的内心还是非常善良的，就像山间的清泉，天上的明月，清澈明亮。但是这一切都需要一双慧眼来发现，恰巧啊，为师就有这双慧眼。你说为师和你是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师徒啊？大哥，
真的很啰嗦，能不能听我把话？悟空，你先听我把话说完。你这个豪急的毛病真的是需要改一下的。你没事就打断贫僧的说话呢，这是不对的。虽然我嘴上没有说，表面没有计较，但是我内心呢受到了极大的创伤，创伤里带有一丝失落，失落又有一点寂寞。实在是对不起，时间实在是太紧迫了。牛魔王在山上布下了埋伏，你们两个赶紧带着他从来迟那条路下山，只有那条路是最安全的。这些人我也救了，啊，你们我也救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分道扬镳，你就把月光宝盒给我。现在。就是呀，师傅，你赶快把宝盒给大师兄吧，我们好去逃命啊！要走你们随意，为师还有一些问题想要和悟空说。大哥，我拜托你千万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，好不好？我知道你又要开始啰嗦了，我命很值钱，我不想浪费在这儿。这出家人啊，不打诳语，是吧？你说话算数，把盒子给我。悟空，你说的道理师傅都懂，但是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你到底要不要和为师去西天取经？我为什么要去跟你西天取经？因为你答应了我。我答应的人多了去了，山上那么多兄弟等着我，那边那么多妞等着我，凡事你先来后到，我不得先把这事办完了，我再陪你去取经呢？悟空，你说的也是非常的有道理。那你去忙吧，为师在这里等你回来。你在这儿等于自杀呀！牛魔王有啊！阿弥陀佛，生亦何欢，死亦何苦？生死并不重要，诚信才是最重要。你答应了为师去西天取经，为师一定要等你回来。你等也换个地方等啊！为师能去哪里呀？我们现在沟通只能靠飞鸽传书，这里连个鸽子都没有。我还是在这等你吧，方便你找我。好吧，既然是这样，我就告诉你，我不是孙悟空。大师兄，你别闹了，师傅都说了，照妖镜里呀是一只猴子。对呀，说的对呀，而且是和悟空一模一样的一只猴子。就是呀，而且你那么软弱，样样都比我差那么一点点，一定是事事都不如我的大师兄喽，对不对？你好厉害哦！悟空，不要再撒谎了，你撒谎，照妖镜也不会撒谎的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照妖镜照出来的我就是只猴子。你看看我，没毛没尾巴，也不会打架，我就是个普通人呐。阿弥陀佛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一时并不代表永恒。你今日不是一只猴子，并不代表你以后不会变成孙悟空，未来也未必会变成孙悟空啊。那我就不能把月光宝盒给你。好吧，既然这样，我告诉你，我就是孙悟空。那太好了，那跟为师去西天取经，我把月光宝盒给你。你爱怎么说怎么说，我现在就要盒子，你给不给吧？除非你是孙悟空，不然我真的没有办法给你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要是不给我，我现在就烧了你。那你烧吧。给我！哎呀，悟空啊，不要这么粗鲁啊！不在这里啊，悟空。哎呦，好害羞啊，脸都要红了。师傅好偏心的，对不对？就是。哎，你说师傅这样好吗？悟空，怎么了？什么味道？什么东西烧的味道？哎呀，完了，救火好吧？哎，不可能啊！观音大师送给贫僧的袈裟是防火。哎呀！救火！哎呀，着火了！有没有水呀？救！这一幕好像很眼熟哎，我也好像觉得在哪里发生过，有一种以后会发生的感觉。你们说这猴子会不会骗我？不会吧？可是怎么会这么久？大王，这唐僧蛮难搞的。唐僧硬上，傻牛就跟他说了几句话，就变傻了。
的确，这个唐僧一直很难搞，上次还挑拨我们，害我们兄弟反目。对呀，那个猴子上次还骗过我们呢。没错，所以我们不能相信那个猴子。当然不能。所以有可能是在骗我们。太有可能了。那我们为什么等这么久啊？骗我们有什么办法？反正都已经等这么久了，说不定他不止骗我们，还会派人来打我们呢。那说不定还带黑山老妖来吃我们呢。说的是，说不定根本没有唐僧这个人呢。那说不定根本就没有孙悟空。哎，对呀，那说不定从头到尾就没有孙悟空啊。就你聪明。哎，有信号了，有信号。我靠，孙悟空的信号打得也太敷衍了。走，抓唐僧去。兄弟们，走！兄弟们，走！哎呀，磁场啊，磁场啊，轻一点，踢坏了。哎呀！这种感觉真的好熟悉。师傅，完蛋了！那好像风沙很大。好像是龙卷风哎。走不走？可是你还没有回答我。大师兄还是这么冲动，动不动就发脾气，不想回高老庄了。不是龙卷风，是辽凤王，快跑啊！二兄，也该你背会儿师傅了吧？不可以，我目标太大，容易暴露。哎，咱们师傅总说要有团队合作意识，你这关键时刻总欺负我，你说行了，哎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俩还在这叨叨，没完了是不是？啊，你看不见那边牛魔王快过来了。都别在这跟我废话了，下面有一条沟，现在就跟着我走，听见没？啊！还在这儿，怎么不见了？哎呀！师傅，师傅。快点儿！废什么话呀？哎，歇会儿。哎，终于有吃的了。就知道吃啊你还愣着干什么？看看唐僧啊！你们啊！哎，我说的，他是不是你们亲师？你们是不是他亲徒？是啊。你说说你，怎么就摔成这个样了？你不把脸护好了你再摔？你说你是唐僧，谁认识你？你摔的帅的。哎，别掐了，师傅让你折腾成这样，能不死吗？我，师傅，一路走好。
散伙，走了。师傅，二师兄，你看师傅有没有叫你去？哭你妹啊！别哭了。还有救，做个人工呼吸能救过来。你做。真的可以吗？让你做你就做，你哪儿那么多废话？你赶紧的，快！我就知道你一直憋着占师傅便宜，是人吗你？别叨叨了，吵不吵你们？烦不烦？我来，吵什么吵？走开！师傅加油！师傅加油！你继续啊！哎呀，悟空，我就知道你最好了，你不会不理我的。你别自作多情了，行不行？赶紧把月光宝盒给我。出山前面右转，啊！哦，还有那俩，赶紧带上。哎呀，我可以把月光宝盒给你，我也可以走，但是你呀，要听我把表扬你的话先说完先。悟空啊，你呀真的是果敢又机智，英俊又潇洒。你知不知道啊？你在我们这里呀是责任重大，有你跟我一起去取经啊，我觉得一定成功啊！谁要跟你去取经了？你呀，这个头发好像有点……你师傅，石头姐，我特意给你摘的。你不知道刚才你晕过去了，要不是我历经千辛万苦把你背到这儿，你这会儿都变成牛粪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乖呀，你是肉嘛，你肉呢就是力量担当啊，他是责任担当啊，我呢就是门面担当了。我们4小只呢组成一个团队去取经，我敢说上中下路简直毫无破绽呢。求你快别叨叨了，你赶紧把月光宝盒给我。我可以给你，我又没有说不给你。你想要的话，你好好说嘛，你不用凶我，我又没说不给你。那你倒是给呀你啊！但是我们先去取经先呢。啊，你说的，来，我们现在就去啊！来，走啊，走吧，我们现在。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不然嘞。不然，我把你头发都给你薅了。阿弥陀佛，悟空啊，如果你喜欢师傅的头发的话，你就可以说嘛，你不要着急，你干嘛又要凶我呢？你把刀放下了，你要喜欢我头发，我给你呀。手下留人！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啊，非要火烧了屁股才能走？师傅呀，按常理说，这个牛和猪都算家禽类，牛应该不吃猪的后。你放心啦，八戒，牛施主不会吃你的。还有啊，我们做了善事是有福报的。这我就放心了。哪里跑！区区牛妖休想伤我师傅！我要打10个！弄出捉鳖呀！二徒怎么办？贤弟，你不仅凭借一己之力找到了唐僧，还把他打成这副德行，实在是厉害啊！小子们，你们服不服？贤弟。我们不是说好在山顶汇合吗？你不是也往山下跑了吗？所以说，默契呀！大师兄，你不是人，本来就不是人，他是只猴子。不是猴，说好了救我们的，你居然出卖我们！徒弟啊，你快告诉师傅，这一切都不是真的。大师兄，我看你，贤弟，他们在说什么？我完全听不懂啊！行，你就别讲了。哦，你们果然是一伙的。没有。悟空啊，为什么要撒谎啊？真的没有，师傅。别废话了，把他们抓起来！行了行了，别吵了。这也太尴尬了，穿帮了，还没来得及拿月光宝盒呢。保命要紧啊！如果我不说谎啊，你们怎么可能乖乖听话呀？早知贤弟单兵作战如此优秀，我又何必做那么多无用功呢？把人带上来。
哎呀，小绿，你不是跑了吗？但是，这是我第3个计划，现在看来可以作废了。小绿怎么在你手上啊？因为他蠢喽。都说你最爱他，只要他有危险，你一定会来救他。本来想利用他来找到你，现在看来得来全不费功夫啊！贤弟啊，谢谢你啊！孙悟空，亏了我们俩叫你这么久大师兄啊，真是瞎了我的猪眼！今天猪爷爷就要了你的猴命啊！我也是。复活。雨帆。